親子5分鐘係由自在透過5分鐘嘅時間，分享一啲親子相處技巧同埋心得，讓我哋成為各位家長喺育兒路上嘅支持同埋陪伴。我哋係呢個節目嘅主持人 Sophie， 我係小葉。小葉姐姐啊，有家長反映同小朋友傾特殊時光嘅活動嘅時候，小朋友話好鍾意去迪士尼。咁但係金錢同時間都係一個考慮因素喎，咁樣可以點樣同小朋友傾啊？係啊，迪士尼對小朋友嚟講真係好吸引啊！不過如果出現呢個情況呢，就可以從啱啱嗰兩方面去傾喎。一方面係時間啦，因為特殊時光呢，其實唔需要好長嘅時間。幼稚園講緊每日10分鐘，小學就講緊每個星期30分鐘。咁可能呢，呢個時間同小朋友討論嘅時候，就會知道未必去到迪士尼啦。咁而另外一個方面呢，就可以從理財嘅概念同小朋友溝通喎。你可以將一啲活動去分類啦，例如同小朋友一齊去分邊啲係要使錢嘅，邊啲係唔需要嘅。咁討論使錢活動嘅時候呢，就可以訂立一啲規則啦。例如可能係隔週進行啦，或者1個月1次啦，等小朋友都明白金錢使用係需要有規劃嘅。小葉姐姐，你啲提議咧都好好喎。原來咧，我哋都唔單止淨係同小朋友討論特殊時光啦，甚至係藉住呢一個討論咧，亦都教小朋友一啲金錢嘅觀念啦，同埋點樣去規劃自己嘅時間喎。呢個都可以值得我哋去參考一下。咦，小葉姐姐新學年咧轉眼間又開始啦。我覺得新一年咧最緊要就係要俾小朋友有信心咁樣去面對。好多時小朋友嘅自信，除咗嚟自佢自己嘅能力之外咧，都嚟自父母對佢哋嘅評價。而且父母有冇對小朋友展現呢份信心，讓小朋友覺得被信任，可以放心咁樣去展現自己，都好重要喎。喺正向教養入邊咧，正就有個工具叫展現信心喎。咁正向教養入邊咧就提到，認為家長往往太過低估小朋友嘅能耐啦，令到家長無形之中咧就做咗太多嘅干預，影響咗小朋友培養佢哋嘅自信啦，同埋解決困難嘅能力。咁因此咧就同家長提咗幾個建議嘅。第一個咧就係同小朋友講出以下呢句說話。我對你有信心啊，我知道你可以處理到呢件事嘅，而去代替出手相助、說教啦，或者幫小朋友去解決問題。第二個建議就係小朋友透過體驗培養解決問題嘅技能，而第三樣呢，就係重視孩子嘅感受喎。例如講出我知道你好心煩啊，如果係我都會覺得好心煩，不過我對你有信心。因為有時父母嘅干預會令到件事嘅成功就變成咗係父母嘅功勞啦，反而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讓小朋友覺得自己一無是處，又或者覺得其實呢件事做到都係因為爸爸媽媽幫我啫嘛，最終其實佢冇體驗到自己嘅能力。再者，其實父母都要撫心自問一下，係咪真係相信小朋友可以完成？係啊，就好似上兩集我哋都提到過嘅，父母要心口一致。而呢個意思咧，唔係代表父母係完全放手、完全唔理，而係同小朋友一齊訂立呢個框架。喺呢個框架入邊咧，就係安全範圍啦。咁小朋友就可以喺呢個安全範圍入邊去放心嘗試啦，體驗失敗啦，同埋培養解決問題嘅能力。而過程之中咧，爸爸媽媽咧就充當住一個聆聽者喎，聽下小朋友喺過程嘅心酸啦，佢嘅失敗啦，唔甘心、唔忿氣等等啊。咁如果爸爸媽媽喺呢個時候表現到同理，接納到小朋友呢啲真實嘅體驗，往往咧都可以協助到小朋友將呢啲負面嘅感受轉化為動力。呢個時候，父母就要展現出對小朋友嘅信心，表達我對你有信心，等小朋友可以勇往直前。冇錯喎，真係好有同感啊！咁我亦都有遇過一啲好焦慮嘅家長，成日都有好多擔心啦，又會驚做唔好，驚做得唔夠，又或者會驚小朋友同其他小朋友比較嘅時候咧，就會差過人哋。咁呢啲擔心咧，有時無形中都會成為咗小朋友嘅壓力啦，影響佢哋嘅信心，令到小朋友唔敢去嘗試，又或者會帶住恐懼去做，令到自己嘅表現就不如理想，然後咧又會歸因自己唔夠好啦，進一步又打擊自己嘅信心喎。咁所以爸爸媽媽亦都唔好吝嗇你哋向小朋友表達對佢哋嘅信任。咁我相信咧，其實喺好多時爸爸媽媽對於小朋友嘅鞭策啦、鼓勵，通常都會喺一啲好緊要嘅關頭啊，又或者喺小朋友面對挫敗嘅時候咧，其實就會喺佢哋嘅腦海中出現，成為咗佢哋嘅養分，令到佢哋咧唔好放棄。咁今集親子5分鐘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下集再見。